中国封疆的场景，加上生情汉化的人，互人有一种穿越到古时的感觉。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建筑设计参考北京紫禁城，平常时除了有真侪来拜拜祈求平安的人，嘛有真侪摄影爱好者、婚纱公司来这取景翕相。感觉就是有到古代的地方一样，就是有穿越的感觉。对，穿越的感觉。庙它在这里呢是相当有名气的，然后这里是非常很多进香人士啊，或者是庙宇会过来共襄盛举，所以当这个庙今年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反响非常的好，所以然后他又庙方很用心的在庙里面呢腾出这个房间，然后造了很多这个古风景。为了带动当地观光，庙方特别建置宫廷古风摄影棚，并提供汉服，让民众做来翕相，希望让更多少年人加入来传统的庙宇，体验民俗文化甲古风潮流结合的趣味。你来这会当用足济角色扮演安尼，过主这个戏引，用这个角色扮演安尼，所以讲来这新母庙这参拜，唔定讲是有乐利门嘛，比如咱事业成功、大赚钱，就身体健康除外，佮会当来这角色扮演，翕无水水，会当上网，脸书也好 ，IG 也好 ，YouTube 抖音安尼。留下美好的回忆安尼，纪念安尼，欢迎大家加接来乐里门新母庙，加参拜，互乐里门嘛庇佑大家大赚钱，身体健康。新母庙主委王静玲表示，到日本有和服的体验，到韩国有韩服的体验，现在来到正统乐里门新母庙，不只会当拜拜求平安，嘛会当体验中华文化汉服之水，欢迎全国好朋友做伙来佚佗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